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郭建，欢迎收看2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表达对台南捷运系统优先路网的重视，台南市会26号下晡特别组团到高雄考察，由议长郭信良亲自带队。会中除了是坐高雄捷运，并且伫高雄市会听出简报，就捷运的兴建甲后续营运充分交换意见。议长郭信良带领，包括市府副秘书长王阳志、高雄区副局长熊万盈，甲30多位议员以及议会同仁，头一站来到高雄卫武营参观国家艺术中心，并且由卫武营捷运站坐捷运到凤山西站的高雄市会。专停贸捷运公司副总贺新陪同，虽然只是短短一站，不过这个议员也是把机会甲捷运公司的人员交流。我们过年初三37万多，我们跨年37万多，我们最大的曾经有过一次40几万，那是五月天在那个巨蛋演唱会的时候，而且跨年，他在巨蛋，那我们跨年在木时代不同的站，他两边人会串40几万，对，所以我们的酝酿，我们这个酝酿可以到50万。可以到50万，但是我们可以加那个密度，我们最密的可以到2分多一点就一班车。现在我们开始多一点，要多一点，对。一家人到高雄市会以后，议长柯坤元嘛尽地主之谊，双方进行联谊座谈，并且互相递赠纪念品。高雄市议会赞，台南市议会赞。接续由高雄捷运简报，议员关心的也是兴建甲营运的成本。议长郭信良表示，高雄捷运总经费1800亿，伫营运10档以后才开始赚钱。而且高雄捷运外壳也是土地开发甲附属的事业。议长烦恼台南起落去至少要25档，收入甲支出才会当平衡。在我们原来的财务结构里面，我们用人大概在50%。每100块我营收，我大概有50块营收哦，50块是用在用人成本。第二多的呢，用电，大概在30%，20几到30%。第三多的就是我们维修成本。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有做很多的业外，刚刚看到我们票收啊，票收只占2/3，1/3是其他别的收入。如果票收占我们全部的话，跟各位、跟议长、跟所有的议员报告，我们还是亏钱。票收没办法。指引我们所有开销。当趁一个，起码20个，出年200个来了一件，还要甲当讨。哦，如果可以做损失好，你还有劳务收入4亿嘛？好，那如果劳务4亿，把台南市的整没有劳务收入，那怎么还得到？对不对？那你营运剩下20年，320公家卖什么输光了，1年他赚1亿，20年20亿。因为我看你成本部，单单讲你高手，为100公厂，你看100公变。你的成本差不多到那么高了，不可能再成长很高了。好，安尼了，你本来分几期会得的，唔就去进入来播种。我们你200倍就了解，那你其中有没有包括历史的支出？虽然议会考察团嘛一路南下，顺路参访屏东台湾灯会，伫屏东县长潘孟安热情的接待，一家人嘛参观主灯会表演。议会希望市府争取2022年台湾灯会伫台南举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林茂寮公园边的台湾船，市府文化局经过修复以后，规划周边的景点将伫228假期以文化园区正式对外开放。对此，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议员都来关心票价，因为咱市民感谢当比较高级免费参观，迄个是前3个月免费顶进行讨论。加上上届要紧的安全管控以及行销宣传，拢成为议会关心的焦点。开9亿打造的台湾船对落水以后，经过官司诉讼到后续安全修复，佮开700-800万，到今已经是第9档。市府打算以台湾船为中心，规划文化园区来永续经营，时间就定228连续假期开放参观。
不过，议会上午临时会第3度会中，议员蔡辉提案要求市府比照美术馆试营运前3个月市民免费的做法。议会第1开都要讨论票价，议员对着开放以后，民众定准的安全管控甲后续的行销宣传更加关心。如果你一下子台南市民很好奇，说我们开放了这个只有10块钱的清洁费的话，大家都要起来，啊，你的员额没有控管的话，那很容易发生事情。你们现在要做这样子所谓的一个台湾船的文化园区，我请教一下，你们会变成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愿景吗？还是又是这一阵子糊弄我们大家一下，还是怎么样呢？唔好讲开放了，你要永续经营，但是经过1档2档了，迄只船拢歹去啊，后壁维护的钱、维修的钱又很多，咱这个永续经营嘛，无法度落去啊。针对这样一次上去的人数，我想不管是安全性、方便性，局长你应该要更审慎去了解一下。那我个人的建议是，3个月内那个台南市民免费参观呐。永续经营所以刚刚洪玉凤议员说的，我们也做过安全结构的鉴定，同时在船上，在台湾船上大概可以有60个人，所以这个部分刚刚议长所指示的，我们都会非常谨慎的来做处理啦。议员除了关心安全管控加行销的管道，最后票价部分经过讨论，原本外观区收费50，市民收半价25的定价。最后决议前3个月市民免费，3个月后只收10块的清洁费。对此，文化局长强调，其实为了文化古迹的永续维护，以后古迹嘛将一步一步调向收费的模式。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由中嘉所推出的花样巴士节目拍第1集内容，其中一站来到地方学习新的知识，这些阿公阿嬷对着店长来学如何选茶甲品茶。会中各发会理事长嘛对大家走访大稻埕，也做关注来考验，现场录影笑声不断，趣味十足。经茶秘诀到底是啥货？你要注意看茶行，它要有那一个检验报告的。在产存的允许量里面，你才要去买这一个。认清楚检验的合格标准，查落好茶叶分量甲泡时间，就会当啉到好茶。花样巴士的节目开始翕，每一集拢融入新的知识，让阿公阿嬷会当动脑筋，也增加大家感知能力。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茶了。品茶吗？这个是比较浓的，第2个浓的啦，第2浓的。对，每一种茶叶里面有茶氨酸，大概。茶氨基酸有60%，可以，那就是阿尔法波，可以让你的记忆加强，而且它是最好的，让你说睡不着的哈，他喝这个不会睡不着觉，所以它茶氨酸最高的就是这个。那泡茶非常重要，就是有3大项目。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水温，每种茶叶的水温不一样，而且它的浸泡时间，还有它的水跟茶叶的比例要做对。那市面上现在有很多，比方说碧螺春、清新甘仔，这是正宗的碧螺春。那有些是用四季春去做，那它的作业流程一样，但是你喝起来会不一样，营养分里面含量就完全不一样。各发会理事长杨志良也对着阿公阿嬷走访景点，用实际行动展现满满的活力。今天我讲比较粗的话，爽毙了。这个太有趣了，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那让这个中嘉可以更多的这个影片来向社会让我们的高龄者都能够青春永驻，永远快乐。那这样我们台湾呢，就绝对不是鬼岛，而是一个幸福的岛。我今天真欢喜的哦，我参加那个花样巴士那个老人家银华族，我别再讲老人家银华族的玩咖来到这边玩，真的太棒了。走过了大稻埕，然后我们现在在玩布偶。嘿，下尾今麦是几点？我巴肚枵命啦，肚枵。嘿是。去隔壁啦。隔壁座位。歹势。座位什么所在大稻埕。大稻埕是对。梨花街。家己趣味的游戏，亲身来体验文化，期待花样巴士的节目会当引领更侪长辈行出来，
让人生愈活愈精彩。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台南市一直到2月18号为止，天高在已有9位境外移入的病例，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数量增加不少。而且咱隔壁高雄已经出现第1例本土病例。为了防止疫情爆发，市府展开防疫志工队的教育训练，希望成为日后社区的政治教师。为着要防止疫情发生，台南市政府天高咧防治中心伫2月份举办了4场天高咧防疫志工计划说明会以及教育训练，透过课程向参加的民众介绍了疫情即卖状况、天高咧病媒网以及相关的防治措施等等。同时嘛进行了实际演练，带领着志工朋友到各社区来巡查，找找有可能的助生源。咱今年呢，已经有10个境外移入病例，包括最近呢，伊休困的关系，大家拢去国外佚佗啦，也是经商啦，也是这外籍的学生啊呢，拢倒来。伫社区内底呢，咱若准讲卖互境外移入病例，咱来甲炸起来，卖互伊搁伫社区传出去呢，咱就袂有迄个本土病例。这个绝命终结这个物件呢，真重要，一定爱甲迄个天高嘅这件代志呢，咱搁甲守护好，台南会搁较美丽。尤其是呢，咱有新任的这个里长呢，因那真踊跃呢来吸收这个知识吼，要来甲这个社区的志工队啦、社区的环境啦吼，来甲用得足好势。咱安尼呢，专门来动员呢。社区环境若变好呢，我想呢，咱这个今年应该会搁真好的成绩。拜托大家呢，搁继续来甲这个天高院呢，甲消灭。108年，台南市总共有649位里长，其中109位是新任的里长，嘛是这届教育训练邀请的重点对象。希望借由课程增强着新任里长的防疫知识。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以及我们东区，我们的那个区，我们的区长来帮我们办这个活动。对于我们这些新任的里长对这些防疫的工作我们有非常进一步的认识。非常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人，谢谢。卫生局强调，防疫的工作必须爱全体市民做伙来，每一个礼拜落实着巡岛清刷的工作，家家户户清除积水容器。才会当有效来消灭滋生源，和天高的疫情来远离台南，守护市民的健康。台南新闻专中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富城客运为了提供身心障碍民众更加利便安全的服务，近年来持续购买无障碍车辆，并且加强司机的教育训练，来提升服务品质。2月7号，因特别举办训练成果发表，同时邀请身心障碍团体到场体验因优质的服务。富城客运近年来持续采购无障碍车辆，除了是提升硬体以外，更加重视客运司机行车的安全甲服务品质，并针对身障朋友提供家底盘公车、上车落车辅助，方便轮椅族群。
为了服务品质的提升，那加上我们近期一直在汰旧换新，增添许多无障碍的车辆，所以我们特别针对无障碍的车辆，对我们的驾驶进行教育训练。那这一次也很高兴的我们很高兴的跟身障协会以及一些社会福利机构一起合办。那我们主要是让我们的驾驶员可以完整的明白无障碍的操作以及服务，那再来就是让他们实际上再去坐轮椅，让他们亲自体验一下无障碍人士在上下车所感受到的无助感，让他们可以感同身受。受邀参与体验的主攻心障协会，除了感谢市府交通局甲府城客运对着心障朋友的大心服务以外，另外嘛要感谢市民愿意给一份同理心甲耐心，等待司机协助行动不便的人。我们台南市慢慢已经提升到要全面性的第一版公车了哈。那我希望每一位市民能够搭这个第一版公车的时候能够耐心的来等待。我们司机要服务这些行动不便的市民，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的上下车的不便哈。那我想每一位市民能够发挥这个耐心跟爱心一起来配合让我们这个城市更温馨让每一位行动不便的市民他大众运输系统的时候能够更便利。府城客运办理教育训练，让司机会当了解轮椅族的不便，嘛希望透过这个发表，让社会大众会当有更较侪同理心去对待心障朋友行的权益，提供更好的行车安全甲品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中华民国艺农协会所主办的台南艺术博览会，将伫3月15到17号伫大日子酒店展开。今年已经迈入第7届艺术博览会，今年国外参展的作品数量再创新高，希望当更加丰富台南的艺术风气。迈入第7届的台南艺术博览会，吸引济国内外艺术家参展，其中国外艺术家更是报名踊跃。参加展出的作品是有史以来上界侪件的，这挂作品有平面的、有立体的，嘛有录影影像的，会当帮大台南地区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今年有11家首度参展，其中国内呢有7家，国外有4家。这4家很特别的是，在我们的招商简章还没出来前就先报名了。这个可见就是去年台南艺博的好人气跟这个好买气吸引这个国外的展商能够对我们台南艺博有深度的信心，才能够在招商简章还没出来之前就先报名。那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亮点是我们为了要增进产学合作，我们今年是跟台艺大艺文产业的创新育成中心合作。那我们也提供一个展间，希望来推动这个大学的育成中心的一个教育，那能够也让跟市场能够接轨。一个金港灯节、麻豆的大地艺术季，这些都是非常重量级的视觉艺术的展览。那紧接着我们大家要看到的这个更是重中之重，然后我们的艺博会的举办跟我们台南新艺奖的举办，再接着我们的渔光岛艺术节也即将要来临，所以整个台南的上半年都可以说是视觉艺术的场域所有视觉艺术的朋友都应该要到台南来，这边没有来呢，错过的真的是很多精彩的艺术作品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台南可以在当代艺术取得不一样的发生，那跟大家一起可以来到台南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艺术的氛围。这届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厦门等等的艺术作品。当时主办单位为着要培育在地艺术家，嘛加入了台南新艺奖的得主。同时以着古都风华活力再现作为主题，希望所带来的艺术作品会当融合古都的文化特色甲精神。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唔知影观众朋友有这款的经验，也就是坐飞行机的时，因为气压改变会头壳轻轻，真无爽快，甚至过2-3天也无法度恢复正常。而针对这款的镜头，现在有一种新的医疗技术，透过下面的报道做为了解。耳咽管是一条连接着中耳腔到鼻咽腔的一条通路，主要功能是调节着鼻仔内底的气压，但这个小小的所在。假使若受到压迫，就会脱掉的，互人感觉真无爽快，
甚至会影响到听的能力。假使若运用即马上界新的耳咽管气球扩张手术，不但无空嘴，而且手术的时间相当的短，副作用也真少。OK， 耳咽管气球扩张成型手术，它其实是非常安全。那微创，那所谓微创就是指利用内视镜，那从鼻腔进入到耳咽管的开口的附近，那我们利用导管做一个把肿胀的部位做一个扩张的手术。那它非常安全，术后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不会什么很严重，像是出血啊、大出血，那或是说做中耳通气手术一样，会可能有耳膜穿孔破裂的这个风险，所以其实它只需要短短2分钟的手术，就可以改善这个耳朵闷塞胀痛的这个不适感，所以是蛮新型而且微创又安全的一个手术，那可以很有效的扩张耳咽管阻塞的这个部位。当然，耳咽管气球扩张手术伫咧实行了后，也阁需要用药物进行消炎甲控制一段时间。医师嘛建议搭配着通气练习，才会当预防这条通路再次塌掉的。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19度到28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2月27日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